謝小姐，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嚟介紹一個位於喺新蒲崗萬迪廣場一個高層嘅單位。咁而家呢個單位咧就係有埋裝修、天花、地氈同埋有啲家私嘅提供嘅。咁客人咧可以考慮係租或者買都得嘅。咁事不宜遲，同大家嚟睇下個環境先。而家咧會介紹一個高層嘅靚單位俾大家喎。咁首先而家睇睇外面嘅環境先。嗱，呢條街咧最寬敞啦。而家咧差唔多6點鐘放工嘅時間咧，見到開始人流多啦。係啦，兩邊咧就由嗰邊大有街一直咁樣行翻去前面地鐵站嗰邊嘅，所以呢度咧呢個位置咧係必經之路，非常之旺啊！呢個位置非常之旺。而家時間咧係已經差唔多6點半啦。而家你睇下啲人流係好多嘅呢個時間。事不宜遲，同大家上去睇下個寫字樓單位先。而家行埋去睇翻成個景觀個情況先。嗱，而家呢邊咧應該係向西南方向嘅，係啦，望到一邊黃昏日落嘅景色。咁而家呢邊咧就旺景工業大廈啦，前面呢啲咧就係地鐵站出口喺轉院個位置，出入好方便下呢度。望到好靚嘅黃昏日落啦。呢個曲尺單邊嘅位置。咁有埋啲窗簾啊，咁樣擋一擋太陽，但係光線就好充足啦，係啦。咁而家呢度咧就樓底就好高嘅，因為佢亦都有提升地台啊，呢啲啲線啊，全部擺晒下面噶啦呢度。咁做晒天花啦，咁個樣板咧就係咁樣嘅。呢個亦都係發展商交樓呢個標準嘅示範單位。咁呢個係有埋裝修嘅，由呢個發展商提供嘅裝修。曲尺單邊咁樣，地氈咧就鋪好晒噶啦，即租即用啦，亦都有可以出售嘅呢個單位。如果大家需要揾啲咁交通方便嘅，又有裝修，又咁上下大嘅面積，大概2000尺嘅，可以聯絡 Ada 謝小姐啊。